สาธุสาธุสาธุอุปยุปเสกวัดสวาโลไหลกุศิกองเจขวัญบงเก่ง62 wrong views หลักจับเยเสียแกนกุศิว่ากองก็เลยไปแล้วอันว่ากองเตอีกเตเปเตอีเตจีเตสาเตสีเตกอเตลักเตชิเตเปเจ叫做เสียแกนแกที่ว่าไปสวาโลเตเก้าเตจับอีกจับเยเสียแกนอัน这里เสียแกน有的人因为伊真正搞这些做了啊伊买来啊这个伊真正关心这些正清净个真正骨力三八买来啊三八买来伊看到啊咩啊伊看到这个世界越宽越大越长越宽所以这个就是讲伊就是讲啊伊用这个宽位的路来管所以若是去管了呢啊伊有了dalam这个死的世界然后这个世界啊咩啊伊去管的是伊看到这个世界像个有改志安尼越长越宽越宽越大然后这个第9条的这世界因为伊管伊入中因为有当时有时入定伊看到买来这个住户啊真正有限制means 伊有听到越长越宽越宽越大is what you call finitude 伊知讲听到这个有安怎有宽有大所以这个人啊伊用这个安尼款的路伊观看伊讲啊这个住户安怎悬安怎远安怎看伊会看到明明这个界限要看到明明啊啥有时叫咱叫幻想按这个幻想啊伊看到讲有影这个住户是一搭安尼尔过了这个一搭这个街子啊空无半行了所以这个是一条是唔对的路下见咱到伊看到安尼了啊伊会知讲哦原来这个住户是安尼有头一言叫做地狱禽兽恶鬼妖精妖怪第二言是做人第三言6言的红光有仙女红光甲了有了佫16言伊看到哦这个叫做世界天各个4言伊看到这个就是伊看到安尼过了这个31言就无了无半行了空了空了伊看到啥有叫做有限制安尼到伊有限制安尼这条佛讲毋对的路了有的人相信讲是这个咱这个住户真是天造来的有的人讲天公有的人讲 God 伊人若是讲安尼伊人讲安尼God created this world God 做出来这个住户这个住户还没这个住户就是讲伊有地狱伊有家己做人的所在伊有天顶这个就是像个 Christian 安尼讲你若是做好你后过去天顶你若无做好你落地狱了咱他那做人是暂时尔所以这个安尼款的后就是讲过了这个31年无半行了但是今日科学真明讲毋是这个住户了你看咧车咧月咧滴去到了这个车到了是正住户来今日科学讲这个住户真正远你再无一粒车你看哪看到一粒车迄个车的火照落来了你毋是讲我看到咧车安怎个车雾尔去在这粒车是真正远无话讲2 million years 伊会这个光要照来咱到这边的住户看啥物
你在这个火啊，你若是拿刀塞照这个火啊，按这个鬼啊照去，去瞄准伊去入几支条，186,000支条，186,000支条，照去瞄准啊，瞄准是1 second 啊，所以来看，今日你看到一粒车啊。真好粒车啊！离咱这边啊，你袂晓算啊。2 million 年前的是这粒车，照一回来，过了2 million 年吧，你才到这个住户。所以你来看，这个车是正，你看细粒，你想讲是真正平常的车，去知啊，真正远，无沙漠通写。所以我来看，这 scientist 这 scientist 嗰度啲講叫做咩 scientist 叫咩哲學官咗，唔是啊？科學官，伊人看到啊 millions and millions 啊，未曉算嘅車這個叫做住戶真正濟。若是講我做嘅啊，咱來睇下來偷笑看。我有影做这粒住户呢，我几百千 million 未晓算无数目 infinity number of world system， 但我一个我做险定，若是你讲这边的我去做开了安尼啊，是真正 actually 啊 very absurd， 就讲真正坎坷去相信这个物件。若是讲有影，若是坐我去做啊。我咧真正乱，这边我做，那边我做，这边做，特别不大讲，拢总的这个住户啊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这住户，拢总有这31元。所以若是那边做，伊无定做32元，嗰一个人讲做唔係38元，所以这个材料啊，你看真正 absurd 的物件啊。咁你看，伊若是做了啊，香港的住户完全样，有的人讲啊。咱这边啊，你来算啊，做人第一禽兽无鬼，又钱又怪，咱红光，and then 世界天，and 不世界天，香港无但係做八項 ，more types or less type， 即個眾生無相。咱個問看，到底香港紅光做禽獸，還是人無但係無相？香港無但係人3支腳，還是4支腳？還是安怎樣？無但係無腳本有，伊飛來甲飛去。所以你看 ，all uniformity 甲了攏總有這個31元。咱你知無？這住戶啊，真正濟人點樣講？有個人講有了這個 God， 還是講這個咱叫天公，咱來講係做天公。特別真正濟啊講，到底這個紅光伫做這住戶啊，伊是安怎樣？特別你去 Rome 啊，你去啲這個 Rome 就是意大利嘅國上邊，你去看伊個這個 church 真正大嘅 church， 上邊這個 artist 畫出來啊 ，God 寫這個老阿伯，手長，按這個頭殼，兩支腳兩支手，像個人安尼樣。特別別個位法國伊做乜嘢？伊個這個叫做 God， 第一個尖的無叫做 Bishop 嘅頭殼嗰啲嘅 ，and then 上邊嘅就是講啊，大啲個 Church 大啲即 France 嘅位伊做安尼，講是人伊第一無真正尖，所以看一個位講嘅 God 安尼，嗰一個位講 God 安尼，所以這個啊是蝦米說人阿格呢 ？Nobody has seen God， 這個住戶啊安怎樣無人，特別人嫌疑講有 God。and 這邊啊，這個 scientist 啊，伊有講有 God， and 你蝦米說？伊講你看，這個梅啊安尼水，有時水到啥有白地的花草你看， and 你看安怎安尼水，就是 God 做的。特別無看到嗰隻方面啊，人啲市場出事來車咩？出事來無通食，出事來。但行這個無迄個無，這個無迄個無，蝦米是God去做這個可愛物件，互人看。所以這個樣就講，這個就是講啊，袂使講逐項God做。
And then 佢再話幾耐嘅 scientist Descartes Berkeley Spinoza 這個都是世界出名嘅叫做哲學家，伊人真正聰明嘅人，伊人講有影有God， 而伊人嘅 reasoning， 伊人嘅 logic 實在是無。伊講安尼這政府真正這行真正水，而且咧安尼水你要叫講啊，人去做出來袂，伊也是家己發出來袂安尼，這就是 God 去做。特別咱啊，嗰有一個 professor 啊，不是哲學家，哲學家，伊名 Herman Minkowski。Herman Minkowski 啊，是無定就是俄羅斯嘅哲學家，伊真正搞，伊用這個算式來研究看有影有 God 無，你知無？伊安怎用研究？伊講啊，若是有影有 God 啦 ，God 行到你倒落本有佇 infinite， 倒落一位本有佇，所以講你看這個光啊會照甲186,000支抽，接妙證，所以若是有影有 God 安尼樣啊，這個 God 就要搞甲伊會看到 infinity of space， 這個空伊會看到甲了。所以要安怎做？伊講你看，啥物事人要看有時間 time， 這個 time 啊，也無話講是咱講 time。這個哲學家講，其實這個 time 啊，時間是一個 concept 觀念，伊就要有一個 point 大點點。你咪講半點鐘我到，你咪這邊個一個 point， 兩個 point， 這個就是行到個這邊半點鐘下，你講半點鐘對，所以伊有 space 是空。伊講你看一個人啊，這個點點，這個伫行。伊會行咁咩個186,000支抽一秒鐘，所以到底這邊啊，伊個 distance 是 zero 空，特別伊會看到遠，過了這點啊，伊會看到將來安怎樣，或者是 infinity 無限制，所以講啊，到若是你到底這邊無限制啊，或者是有 God。所以話伊寫這句話，伊講無聽到有 God， 特別伊家己個搞，伊講啊，你看世界啊，要找過一個物質 matter， 會行安尼咩186,000支抽一秒鐘，伊講袂當找 ，impossible， 你看rocket一秒鐘會去袂，伊講 only make 一個 light 呢啫。所以講啊，當若是安尼啊，你要講啊 ，God 有佇無影。所以講啊，正這個淡仔，這我就講這個 Herman Minkowski 啊，伊正跳出來講啊，正 God 是無影的。伊講這個 time and space， 這個叫做這個占聲時間咯。這時間甲這個 space 啊，就是講啊。正是人 invent 出來的，所以講啊 ，impossible 伊用一個叫做物質要來看安尼咩味。特別這邊我要看伊人這白皮的人，也是講叫做西邊嘅暗河人，甲了攏總漸漸地用研究啥物啊 ，matter and matter 就是物質甲物質來去研究。特別你知無啊？睇下這哲學家漸漸啲matter甲matter啲研究，特別啊，2500年前嘅是佛教啲手掌卡，伊無用 matter 甲matter， 伊無用物質甲物質，伊用講啥物？這句話講，mano buddhanga dhamma， 攏總是對心發出來，唔是對物質發出來。攏總會發生出來啲大陸，出來啲對心，而心會曲級咩過186,000支抽一秒鐘，而你人想看，
今日你看到日头对无？你看了目睭，你讲我要想个日，你看目睭，哇，安尼大个，哇，真样光，噗对来了。所以你看就慢去这个日头的位，日头就估93million几条，随去随转无到1秒钟啦。所以你看这个武打讲的话真正对，伊讲咱的mind较厉害过物质。actually 我人逐个正久我捌听这论章经，正这个 mind 啊心啊，也是精神，伊是17过较mehr过咱的物质。所以6500年佛讲啊，你袂使摕物质甲物质来批评，你就要摕 mind 精神来看，精神来看是真正 man。所以讲若是你知啊，伊讲啊要找物质甲物质来批评甲红光，看咱武道讲 mind 可较厉害，17过较厉害。所以伊讲啊，这个会使讲这个 God 是一个无影的物件。我看到你知，咱逐人伫祭神，祭神咧做咩？祭神伊这个是死骨，这个伫行，行到这边啊，伊会 speed 啥？伊安怎咩？是 zero， 你虾米说这个甲这个白了，伊无 space 了，所以这个就是讲啊，伊人是 zero， 但你无爱过行，若是过行，伊入去这条路要去到倒落唔知。所以这条路就是叫做 infinity 啊，你若是写出来啊，是无数目通写。所以今日你看真正济人祭神啊，我人祭神要做咩？要趁着这入中了，你搞这 speed， 你莫过行了，你无趁 infinity， 你趁 zero， 搞了 zero， and then 你看一个人伊祭神掂了的时，意思你做啥物啊？到到这边 zero 了啊，伊会看到正空，这个空就是讲啊，立团。所以你看一个人，伊渐渐坐这神啊，伊到一个点声啊，伊叫做 timeless， 无时间了 ，timeless and unconditioned， 无这个情形了，无这个叫做条件了，and 这个无条件、无时间。这正是尼玛那来，所以你人来看到尼玛那，让这些 rising falling， 你看到尼玛那是看到啥物 ？timeless 无时间 ，and no speed 无啥物，无讲 speed 的啥物啊？也 speed 越咩无了 ，timeless and 这叫做咩？自间和自间的space and time 是自间 and 空间对不 space and time 这两项无 and 正立团是 spaceless and timeless。所以正是有的人啊祭神了啊，又谈到这个神通。特别看来伊无祭神了，特别古时祭神的阁有，所以旧时祭神阁有啊。伊一个本是有就好款的神通，你看像咱的赛爸爸，看来伊是一个人，特别你知无啊？伊举这个物件，伊举着这个物件，伊安尼摸，伊有 vibration 是伊有啥震动安尼。安尼啊，伊疑问呢，伊会知讲这个是虾米一句物件，大伫倒落，伊个厝大伫倒落，伊倒出 Irving Road No. 41，伊知，即安尼知，这个就是讲啊，伊人有这神通。有人啊，你看，搁一个爱家家死，人可以一个物件，安尼抓个物件，伊认伫头壳，咱伊会知，这个物件大伫倒落，伊故时是大 America 个人。伊疑问咧，知这个可大伫意大利倒落一条街，and 伊个厝几个人，伊知，虾米事伊有这个神通，因为伊谈着这个 timeless and spaceless， 无时间甲无这个空，and 伊会看到这个甲了物件，所以这搞到这个 infinity， 伊会看到这个物件，所以用这个是 vibration，
佛的点声本是讲了讲有一个回响，伊本是安尼，伊摕着物件了，伊来关，伊会知讲这个人出事大陆，这个回响是咩？软基沙，软基沙伊摕人的骨头，然伊用手啄，伊会知讲这个人出事大陆，佛知讲哇，这个人本是真正咬的人，所以佛自己调底去，野晒骨头给看。这个囡仔是 Brahmin 来的，伊 Brahmin 来，哇！伊讲佛本来找我，你看我出名无？所以佛拿一个骨头来看，来用手啄啊！这个人出事的地狱，不得讲对。他then过一个拿来看，伊啄啊！出事的第三眼的天顶，不得讲对。过一道不得拿一个成了四个罗汉的人。了伊来啄，猜袂出。伊是平常人，伊无讲，伊个本无，二个本无，三个、四个无，了伊啄袂出了，不得讲，你再无这个人出事大陆，伊讲我查袂着，了你功夫无够嘅，了伊就听讲功夫无够嘅，是说你教我无，我要知这个人，安怎我会知伊出事大陆？伊讲你要知呢，你来找我。所以自己一去找不到讲你就做回向，就做回向教伊呢，噗，即下来谈四个罗汉，就四个罗汉一在了当中。所以这个看这个我是就地讲互人听，这个就是这业障，就是你教着这个叫做这个进行无时间，甲无这个 speed 了 ，time and space 无了。真正这个啊，就是上加咩就，伊上加这个咱叫雷弹，你知雷弹是咩？这个拉达，这个拉达啊，若是你睇伫这边啊，你翻来翻去，伊人要看天顶伫倒落有飞机伫来，伊看这拉达呢，伊知讲飞机伫来了，这个是叫雷弹，当人话叫雷弹啊，雷达啦 ，I'm sorry 啊，雷达。所以这个是伊三拉达呢，所以这个啊，容易啥正伊用这个物件，伊知有拉达了，哦，这个人出事大陆，伊真正知。特别将军后有个苦较高，安怎样啫？伊免啊，伊免记物件，你讲一个名一个姓，伊行了，哦，这个人大大陆，这个大陆，他那伫做虾米？这个本是对这道路一谈来，古时伊借钱了有了这个神通，伊他那不是用拉达了，伊用伊天眼还是天视，伊会听到这个物件。了有个人佫讲啊，你知无？我真久我做囡仔，我捌看这个，伊叫做 The Life Beyond 啊咩？伊人 TV 逐个show讲啊，你若是会过山巴咧。你去看这住户啊，一个住户，那啥你做有行动力，你去看一个住户，你若是行backwards倒退行，你看到真下久你是虾米人？你大大陆，你个 working the mind backwards， 这个啊，这条福建的再来有讲啊，世间无 go backwards， 直进步，直行，无倒退行。所以你要讲过山看，我要故事是做虾米？你用行去看袂到。你虾米事啊？伊讲这条就是讲啊 ，thermodynamic 就是讲这灰质的事。这个灰质的事啊，你摕一粒微字去栽，该几日一出世就囝长了开花了生活。你袂使讲啊，这个长了我三百个啦，变做长囝啦，长囝变做微字都等袂了。所以这本佛经再来讲 ，time and space 直行去，特别伊是 infinity， 伊是 concept 来，观念来。咱有个人讲啊，这讲就scientist讲伫讲啊，有影咧，这个住户他那是2 billion years ago， 不是 billion， 1000 million 的久，这个住户。特别讲若是有影，这个 God 啦是讲红光做这个住户2 million 前，
我阿伯过了农民人种较早是最无半项，他无半项物件起来，这个是讲无理由了，无逻辑。所以若是讲啊，这个政府农民人，今日你看不讲啊，卖算的数目，你卖算讲5 million 还是10 million 还是10 million 无，安尼伊这个叫做 timeless。那有的 scientist 讲啥物啊？你看这时间，这个时间是啥物啊？这时间是最做的。做时间的人做，无做时间的人时间的来袂。特别你每看，这个时间的人一做这时间一到落来，伊人袂赢了。所以这个你看，这个是叫做无逻辑的物件。所以我到底听这个物件是要互人知啊 ，time and space， 这个时间甲这个空。真实是阿莫话叫 relativity 啊，是无真实的物件。第二项啊，你渐讲这个有 God， 旁边有 God， 这个有 God， 你看伊人用这个算术来 proof 讲无真无 God。And then 伊人这 Christian 就来讲，时间就是人做，实在这时间也是人做，结果我做这个时间。但是我的手工未好做这个尖，我就给个别人，安尼别人做这个，安怎做？所以一个人真，不是一个人工做，几十个人工做，甚至做一个人出来。所以这个你看，伊人这个意思用逻辑来argue看讲啊，你相信人工做的是唔对咯。所以这个叫了叫做思想。还是我相信安尼，我相信安尼，这个甲了拢总就是啥物啊？是观念，到这观念不大讲是无实在。安尼会记我逐个讲，这个教理，大人讲教理无实在。安尼观念，我若是摕这个真假出，这个是做手赞时，伊讲唔是这真假，我摕个皮出来，这个皮是手赞时，唔是啦皮啦，系咯。他跟我摕个肉，这个肉是手赞的，唔是啦肉啦，系咯。他跟我摕个骨，这骨是手赞的，唔是，系咯。我摕个规矩手了，手赞无做这个，所以哪有款会实在？一个款的实在是叫做实的实在，一个款的实在是观念的实在，观念的实在家里，真实的实在是matter 不体，方位最头。所以咱这边看安尼哦，咱知。落来我搁要讲啊，他那这第10条，所以这边我不互人看，这个我做的是唔对咯。咱他那落来我讲啊，第10条的这个叫做人伫看这看法的事。有个人伊坐船坐较深了，伊看到咩？伊看到冤啊，这个主妇啊。越看越有，and then 伊加讲啊，这个主妇真无限制 ，no infinity， 越看越最本有，当面本安尼，一底本安尼，看倒手边本安，正手边安尼，你看到拢种 infinity 无限制，伊看到，and 就是讲来有限制，讲甲达这个主妇，迄个人唔对。伊这个坐船的时啊，伊看到这个伊前眼会看个了，但是安怎看了啊？伊袂像甲咱的佛安尼佛啊，伊会看到正的了。但是人伊看到这种无，伊个看各有，但是伊袂看个了。伊人会这个坐船，伊入中。伊有了垃圾，伊入个三马塔船，伊入了啊，伊个这新的垃圾，伊入下落，伊无讲搬起来。特别若是你坐这正佛家的船，就是叫做维巴萨拉船，伊个探天去搬起来。